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先观修了皈依和发心。那观修皈依和发心的目的呢，最主要是为了一切有情。那除了为利一切有情之外呢，那也是透由这样子的念诵呢，然后希望我们的心呢能够趋向于极静，然后由此而用功。那在心去向于极静而用功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持续的极静，保持的这种极静呢，所以我们要寻找让心能够处于极静的这种方便。那为了寻找这种方便呢，所以我们学习了像是色类学以及心类学的这些内容。那我们学习这些佛法的内容呢，其实并不仅仅呢是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并不是为了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呢而做这些学习。我们学习佛法最主要的目的呢，学习这些经教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绪。所以呢，我们并不是为了说自己成为厉害的人呢而学习，是为了调伏有情。就像呢，我们一开始呢，在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呢，我们所回向的对象呢，是回向给一切的有情，然后也是回向给这些一切的这些病患，祈愿呢他们都能够早日的康复，也祈愿一切有情呢能够早日成就佛位。所以我们最主要呢，是为了利他呢，为了利他的这个发心呢，而祈请上师还有本尊的加持。那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刚刚呢，就是在做这些利益他有情的行为呢，就是透有皈依发心呢，然后回向给一切有情呢，那就如同说呢，我们正在泡茶一样。就如同我们正在泡茶，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呢，就是去寻找茶叶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我们想要泡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找到好的茶，你才能够去泡嘛。所以呢，现在就像是我们去找什么绿茶啊、红茶啊、乌龙茶等等，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心绪呢，能够真实的去利益有情，所以我们才开始学习像是色类学、心类学、中医以及地道的这些内容。我们寻找到了这些茶叶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开始找说，这哪一些茶呢，对我自己是比较有帮助的，或者说觉得比较好喝的，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这个茶之后呢，对你的身体呢是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像喝了绿茶之后呢，可能会让我们一些身体帮助我们消化啊等等的，那就是透由我们所找的这些茶叶里面呢，然后自己去找说和自己呢就是最适合的这个茶来喝。所以就如同呢我们在学习了中医之后呢，然后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中医，那学习了这些中医之后呢，我们再想办法呢透由这些我们所学的这一些中医呢来结合自己的心绪。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讲完了就是中医建立的归敬颂。那接下来呢，就是此处呢，关于就是中医的建立呢，就是分为它的性向分类，还有解说个别分类之意。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性向的部分，那也就是从就是佛教内道佛教徒的中医的不特求的定义呢，然后开始来做解释。在这边呢，我们先看到，就是说此处呢，就是关于中医的解说方面呢，那此处所讲的此处呢，指的是说就是中医。那一般我们在讲述到中医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到就是内外道的中医，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示的，在我们心绪中呢，透由理路呢认定的这种事物存在的方式，然后我们透由抉择之后呢，认为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建立的呢，那这个叫做中医。那这种中医的建立呢，无论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的这些外道呢，那全部都是承许的。那不过呢，在此处所讲的这个中医呢，此处关于中医的解说呢，此处指的就是说关于内道佛教徒的这个中医呢，它是如何来做建立的。那关于说外道的这些中医的见解呢，那除了说外道他们本身的这些论点之外，我们可以了知之外呢，那有一些佛教的这些祖师，内道的这些祖师呢，他为了就是帮助后人能够了解到说外道他们是如何承许的呢，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论著里面呢讲述很多外道的见解。那最常引用的呢，就是引用轻辩论师呢他所造的分别自然论。在分别自然论里面呢，他讲述了非常多外道的见解，所以后代的这些祖师呢，在
引用有关外道这些见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引用轻便论式的分别释然论。所以像在释量论也好，或者说在现观中里面呢，就是有提到一些外道的论点的时候呢，就是外道的见解的时候呢，那大部分呢都是引用分别释然论。那在这里呢，就先讲到说，就是承认三宝为真正的皈依处，而不承认三宝之外的其他皈依处呢，而不承认三宝之外其他皈依次之说中义的补特伽罗呢，是内道佛教徒的补特伽罗的这个性相。那我们先来讲述到呢，就是内道佛教徒的这个中义呢，那中义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就是我们透由理路呢去抉择，然后呢认定呢事物它正确存在的这种方法呢，那这个呢叫做中义。那对于说呢，就是我们去理路去抉择事物呢正确存在的这个方式呢，它同样呢也有两种方式呢，然后来抉择。那一种呢就是透由见解，透由见觉呢，然后去判断呢什么叫做正确的这种存在的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透由行为，也就是透由行为呢，然后去做这种事物决定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说透由理路去抉择的时候呢，其实它包含了就是见解方面以及行为方面呢来做抉择。从这边呢，性相里面讲到说，承认三宝为真正的皈依处，而不承认三宝之外其他皈依处之说中义的补特伽罗呢，它最主要呢是从见解的方面呢来成立的。那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内道佛教徒的这个补特伽罗的性相里面呢，讲到说，承认三宝呢是真正的皈依处，也就是呢，佛教徒呢所承许的皈依处呢，也只有三宝而已。那三宝的这个宝呢，在藏文里面呢，还有两个含义在里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稀有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宝，就是呢，它远远超胜于，远远就是因为难以寻得、难以获得缘故呢，称之为是稀有。那第二个呢，它称为宝的缘故呢，就是殊胜的缘故。那殊胜呢，就是内道徒的这些所谓的三宝呢，它远远超出于外道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殊胜。所以具备稀有以及殊胜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宝。那这样子稀有以及殊胜的呢，总共有三宝，那也就是呢佛宝、法宝以及三宝。那承认呢，就是佛教的三宝呢，佛法僧三宝呢为真正的归处，而不承许就是佛法僧三宝之外的其他归处呢。那承认这样子的补特伽罗呢，就是内道佛教徒补特伽罗的形象。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区别，就是要了解到呢，佛教徒呢以及佛教中义师呢，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那人权这边就讲到说呢，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师呢，应该说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然后呢和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之补特伽罗呢，二者是同义的。但是佛教徒呢和就是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之补特伽罗呢，那二者呢是属于三句型。那这个差别呢，就讲到说佛教徒呢，还有说内教佛教徒之说中义的补特伽罗呢，二者呢是有差别的。就像是以一个就是老妇人来说呢，她对三宝呢，要是有这种亲近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佛教徒。那但是呢，就是对于三宝有信心的这个老妇人呢，他呢虽然称之为是佛教徒，但是呢，他并不晓得什么叫做承认三宝为真正的皈依处，他并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不是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的补特伽罗，就是他不是说就是他不是内道的这个中义师的意思，因为呢，他完全不晓得中义的，他完全不晓得中义的这个意思，所以他也不了解说什么叫做中义。但是呢，他对于佛陀呢有三宝呢有这些前进以及呢亲近的信心呢，就可以称之为是佛教徒。但是呢，他并不是所谓的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补特伽罗，因为呢这边讲到说中义之补特伽罗呢，就表示说你内心呢要有一个见解，你内心要有一个中义的这个了解呢，你才能够称之为叫做说中义之补特伽罗。
我们在讲述到呢，是佛道内教徒之说中义的古特伽罗呢，还要具备三个条件。那第一个呢，就是承认三宝呢为真正的皈依处。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承认三宝以外呢其他的皈依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义的古特伽罗，他要具备这三种条件之后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做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的古特伽罗。那第一个呢，承认三宝为真正的皈依境呢，就是他内心呢是至诚的，就是相信三宝呢才是真正的皈依处。那至诚的相信三宝是皈依处呢，那这种就是有我们口的这种程序，以及内心的这种程序。所以在程序的时候呢，有口和意的程序，那这两个呢随意都可以，只要是口上至诚的程序，或是心中的至诚的程序呢，都可以。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承认三宝以外的其他皈依处，就是除了佛法僧三宝之外呢，像是这些地祇啊、地神、土地神啊、天龙等等呢，不承认三宝以外的这一些世间天神呢为皈依处。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它本身呢是要是说中义的古特伽罗。那就像刚才所说的呢，是佛教徒呢，但并不是呢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的古特伽罗呢。就比如说，他符合第一个跟第二个条件，他承许呢三宝是真正的皈依处，而且呢他也不承许三宝以外的其他的这些皈依处。但是呢，他并不符合第三个条件，因为呢他并不是说中义的这个古特伽罗，所以他对三宝呢有前进的信心，然后呢他也不去皈依其他的这些外道的这些天神等等。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中义的这些古特伽罗呢，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符合第一跟第二个条件的呢，称之为是佛教徒，但是呢并不是佛教徒之说中义的古特伽罗。刚刚呢就讲述到说呢，就是对于佛教的这个中义呢，那我们透由理路呢，然后来认定了事物正确存在的方式呢，然后把这个称之为是中义。那透由这种中义我们可以透由见解呢以及行为两者呢，然后来理解这个中义。那这里所讲述到的呢，承认三宝为真正的皈依处，而不承认三宝以外其他皈依处是说中义的古特伽罗呢，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它是符合行为之上的这个中义。那以见解来判断是否为佛教中义的古特伽罗的话呢，那就看他是否是承许释法印，由是否承许释法印呢，然后来判断呢他是否是佛教中义的古特伽罗。所以就从见解来看，是看是否承许释法印。那如果是从行为来看的话呢，就是从他是否呢就是承许三宝为皈依处的这个行为呢，然后来判断。释法印呢，最主要就是出自于世尊所说的释法印经。那释法印经里面呢，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是释法印呢？它就是把一切诸法的这个实相呢，诸法的道理呢，然后收摄在四句偈里面，所以由此呢，称之为叫做释法印。那释法印呢，也是我们所讲到的呢，就是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极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通称的释法印。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述到呢，就是判别呢，它是否是就是佛教的这个中义古特伽罗呢？那可以从两个呢来做判定。第一个呢，就是假如说呢，心绪之中呢，承许三宝是皈依处，然后呢，不承认三宝以外其他皈依处说中义的古特伽罗呢，那这个呢是透由行为方式呢，然后来判定呢，它是佛教的这个中义古特伽罗。因为呢，就是判定的方式呢，就是看他心绪之中呢是否具备着皈依。所以是从行为呢来判定的。那只有这种判定的方法吗？并不是的。所以第二种判断的方法呢，就是从见解之上呢来判定他是否是佛教的中义师。那第二个判定的方法呢，就是看他是否承许呢，就是释法印。当然呢，也有一些学者呢，他们会认为说，就是如果呢只以见解上面来判断的话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说呢，就是仅用见解呢，就是承许释法印呢来判断说他是佛教的中义师呢，他们会觉得不合理。他们认为最圆满的判别方式呢，还是要透由见解方面呢来判定他是否呢是佛教的内道徒，就是要看他是否具备承认三宝，然后承认三宝之后呢，然后是否
是说中医的这个补特伽罗呢，由此来判定它是否是佛教的补特伽罗呢？这个呢才是合理的判断方式。那他为什么会认为说就是承许释法印这一点呢，无法成为判定是否为佛教的这个中医的补特伽罗呢？那从释法印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诸行无常，那第二个呢有漏皆苦，以及第四个呢涅槃极尽呢，那这三点呢他都承许。那唯一有疑义的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诸法无我，因为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这个内道中义师呢，他都承许诸法是无我的。像是一切有部里面呢，就有两个部派呢，他并不承许说呢诸法无我，因为他承许呢诸法呢都是有我的。所以呢，他讲说，如果这样子去判别的话，他没有办法涵括所有的佛教的这个内道的中义师在里面。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唯有就是透由见解，唯有透由行持上面呢来判别呢，才是最正确的判别方式。所以也是有一些学者呢提出这样子的疑问。就是关于呢，就是透由见解方面呢，就是无法完全涵括佛教内道图所有中义的补特伽罗呢。那这个疑惑最主要是从克祖觉大师的论点里面呢所提出来的。所以呢，他会认为说，能够真正去区分到是否是内道的中义补特伽罗，还有外道中义补特伽罗呢，还是要从行为之上的去判别。最主要就是从呢，就是我们心绪之中是否承认呢三宝以及业果呢来做判别。那最主要呢，就是承认三宝呢是真正的皈依处。所以最主要的判定方式呢，是以判断是否为佛教徒呢，应该是从行为上来判别，而不是从承许释法印之上来做判别。那这个呢是克祖杰大师呢他所提出来的程序。那人们就解释到说，为什么会在这边呢讲述到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如果将来大家阅读其他的一些论点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说他们在安利就是内道佛教徒这个中义补特伽罗的定义的时候呢，他会有的呢会用说就是看是否是承许释法印，然后来做判别。那以后大家看到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这种讲述的方式呢，是以见解方式呢，然后来判别它是否为佛教中义师的这个补特伽罗。那就可以透由这一点呢，然后做多一点的这个理解。所以大家能够现在先有一个印象之后呢，那以后看段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判别。所以同样呢，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像是以阿底峡尊者，那阿底峡尊者最主要是从香比巴大师那边呢，就是所获的，就他们的见解呢都是一样的。那同样的，阿底峡尊者呢，也是把这一部分呢写在道具论里面，然后道具论里面就是承许是否为佛教徒呢，最主要是从行为上面呢来做承许的，就是看心绪之中呢是否具备皈依呢，然后来判断呢是否为佛教徒。同样的呢，在广论里面呢，就是也安利了呢，就是入内道之门呢，就是看是否具备了皈依；那入大乘之门呢，就是看因为之中呢是否升起了菩提心。所以同样呢，也是以就是行为方面呢，然后来判断是否为佛教徒。所以呢，当把这些内容呢，就是提出来一起说讲述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能够更清楚说，哦，每个祖师呢，他为什么是他以他的方式呢？为什么有的是说以释法印，那有的为什么是以说皈依？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是可以分为见解呢，以及行识方面呢，然后来判定呢是否为佛教徒。人们说他这边呢，就突然想到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因为呢，光讲这些见解呢，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听不下去，所以我们中间呢就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个故事。人们就主要是讲述到说，就是克祖杰大师呢，还有贾朝杰大师呢，他们的理路呢，就是很不一样。他们在经典的诠释的时候呢，就是诠释的这种思维方式呢，是差异很大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克祖杰大师呢，他的说法呢，就是说他理路这种呈现出来的方式呢，他是最主要呢是以理路去做抉择的，他完全依着理路呢去做抉择。那贾朝杰大师呢，他在著作论点的时候呢，他最主要是和其他的这些印度主摄这个经论呢相结合，然后来做他的论述，所以他们两个呢在思维方式呢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同时具备理路呢，然后又符合经典的这个依据的呢，那就是宗喀巴大师。
像是克楚杰大师呢，他所做的论点呢，像是就是适量论的这个除役案论呢，那它里面的理路呢非常的犀利，就是克楚杰大师著的论点的特色呢，就是理路呢都非常的犀利。そんな重要です。所以一般呢，我们在阅读克楚杰大师论点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就是读起来会有点困难，因为呢，克楚杰大师他的理路太犀利的缘故呢，所以他在比如说他在遮止他中的时候，他在安利一个理由的时候呢，我们会跟不上这个理由，因为他虽然是只讲一个理由，但是我们要去思维到说克楚杰大师他是用哪个角度去思维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很久。所以一般在看克楚杰大师的经典的时候、论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看起来会觉得比较困难。所以在三大师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呢常常去阅读克楚杰大师的这些论点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理路呢就是变得越来越顺，理路会变得越来越犀利。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完性相之后，那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呢，就是分类，那就是以佛教的中义师呢，就是佛道内道佛教徒之说中义的虎特伽罗呢，它来区分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四种，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毗婆沙宗，第二个金布宗，第三个唯识宗，以及第四个呢说无体性宗。那其中呢前二者也可称为呢说十事二宗。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内道的中义师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这四种。那我们在讲到说无体性宗的时候呢，指的呢就是指中观宗。那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到呢，就是佛教内道的中义师呢，就是唯识，没有第五种中义师了。所以只要是佛教的中义师呢，他就一定是要么就是毗婆沙宗，要么就是金布宗，要么就是唯识宗，要么就是说无体性宗的中观宗。那虽然说呢，这边是将就是中义师呢，佛教的中义师呢分为四种，那我们也可以呢，就是以大小乘呢来做区分，就是呢小乘的中义师以及大乘的中义师。那小乘的中义师呢，也就是毗婆沙宗以及金布宗的中义师呢，称之为是小乘的中义师。那唯识宗呢，以及说无体性宗，就是中观宗，二者呢就是称为大乘的中义师。为什么把就是毗婆沙宗还有金布宗呢称为是小乘的中义？那唯识宗还有中观宗呢称为大乘的中义？那最主要呢就是从安立大小乘最大的差别，就是从他们是否安立法无我呢来做判别。就是因为唯识宗呢还有中观宗呢，他们就是能够安立法无我的缘故呢，所以称为大乘的中义师。那像是毗婆沙宗以及金布宗呢，他们无法安立法无我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是安立呢法有我，所以呢他们是小乘的中义师。所以大小乘中义师的差别呢，最主要呢就是在说承许呢法无我的呢，就是大乘的中义师，那不承许法无我的呢，那就是小乘的中义师。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说像是以唯识宗和中观宗来说的话呢，他们承许呢就是外境谛实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大乘的中义师。那像是毗婆沙宗以及金布宗呢，他们承许呢外境呢是谛实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是小乘的中义师。其中呢，前二者呢，也可称之为叫做说十事二宗。那为什么叫做十事呢？这个十事的意思呢，就是十事呢，指的就是指外境。因为呢，他们承许呢外境是谛实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说十事宗。除了说事实二宗呢，也有说十事。那十事呢，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呢，指的就是外境谛实成立的这一点。讲完说十事二宗之后呢，那接下来讲到说唯识宗。那唯识的识呢，其实就是说呢，诸法呢就是唯心安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唯识宗。那说无体性宗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呢，诸法的体性呢，皆是无谛实体性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无体性宗。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就是内部佛教的四部宗义的分类。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最主要讲述的内容呢，就是先讲到说，就是中义。那中义呢，就是可以分为内外的中义。那
内外的中医呢，在做区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性向来看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从行为方面呢，然后来判断呢，他是内道中医师还是外道的中医师。那除了可以从行为来判断之外呢，那也可以从见解方面呢，然后来判断呢，是属于内道中医师还是外道中医师。所以从内外道的判别呢，就可以从行为以及见解方面呢，然后来做判别。那接下来呢，又讲到说，就是四部中医。那四部中医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呢？毗婆沙宗还有经部宗呢，称之为叫说十是二宗。然后还讲了说，就是小乘中医师以及大乘中医师之间的差别。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上课呢所讲述到的重点。那如果说呢，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毗婆沙宗跟经部宗呢，它不断所知上的缘故呢，称之为小乘的话呢，那这样子合不合适？那仁波切说这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呢有很多就是中观宗的这些中医师呢，那比如说在初地的菩萨、二地的菩萨，他也都没有算所知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称之为他是小乘的中医师。